安全。好，咱头拄看到这北一路国文老师呢，除了接受中国采访，这期总统言论，甚至伫上课的时阵嘛来讲到政治。台北市教育局是讲，伊无违反教育中立，所以保护伊的言论自由。也毋过最近参加正热的中国配偶爷爷，却因为拍影片讲武统，互咱的政府甲赶出境。这两件事件的这个严重性，到底是要安怎分辨？今仔日解剖新闻，咱就请怡珍为咱说分辨。是主播。在北一女中的老师吴桂芝接受中国央视的采访，针对咱赖总统甲中国定做境外敌对势力的言论提出质疑，去互民众检举。学校甲约谈，不过教育局表示，经过查证，这吴桂芝无违反教育中立，这教育局尊重伊的专业自主权甲言论自由。啊，若伫咧抖音拍影片，鼓吹用武力统一台湾的中国配偶爷爷，是互取消居留的资格，已经离开台湾。这处分是安怎是天差地别？昨有75位学者，包括左派和统派人士，发表联合声明，批评赖总统上任了后，甲无共意见的人伫红帽仔安罪名，限制言论自由，审查人民的思想。针对这份声明呢，这总统府嘛发表回应，强调鼓吹对台湾发动侵略战争，已经触犯联合国公约定的犯罪行为，是对台湾国家体制挑战，嘛抵触民主甲言论自由的红线。看起来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界线是已经讲甲真明啊。根据联合国公约的规范，有保障言论自由，不过嘛强调国家有义务透过法律禁止鼓吹战争、仇恨、煽动歧视。这个公约伫咧台湾冇法律化，是有法律效力的。为国际公约来看，针对特定族群煽动暴力的言论，可能会互认定是仇恨言论罪。简单讲，你会使支持两岸统一，这是你的政治立场，你的言论自由。不过，你若支持用武力侵犯台湾，危害国家安全，就算是仇恨言论。翻头看爷爷影片，伊支持武力统一，都是用暴力侵害台湾人这个群体。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，真重视言论自由。不过，这无代表任何言论都应该甲接受甲包容，尤其是牵涉煽动仇恨、鼓吹暴力，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。现行台湾的法律因为无明确的规范甲机制，才会出现争议。未来政府就要检讨制度，才会当伫咧保障言论自由甲捍卫民主法治之间有明确的标准，才袂因为身份无同做出无同的处分。以上就是今仔日解剖新闻，咱甲时间交等去主播。